大家好，我哋係廖寶山紀念書院嘅同學，今日為大家介紹我哋嘅發明步步安心，為盲人設計嘅智能背心。對於後天失明或者啱啱做完眼科手術、處於復康過渡期嘅新失明人士嚟講，獨自出行係一件充滿恐懼嘅事。雖然傳統盲公竹可以非常有效咁探測腳下嘅路面情況，但佢缺乏遠距離嘅主動預警功能。面對前方迎面而嚟嘅擁擠人流，或者突然切入嘅車輛，新用家往往因為無法預期前方嘅突發危險，而產生巨大嘅心理恐懼同埋方向感迷失。本產品嘅研發目的，正正就係為咗解決呢個痛點。佢嘅核心設計理念唔係要取代盲公竹，而係同盲公竹建立雙重防護。盲公竹負責探路，而我哋嘅背心則化身為防護盾，兩者完美互補，幫助新用家重建安心出行嘅信心。喺硬件架構方面，整套系統以可穿戴嘅背心為載體，來自低成本高效能嘅 Raspberry Pi 中央計算大腦。背心嘅心口位置安裝咗 AI 微型鏡頭，喺後台即時運行優化過嘅人工智能物體偵測模型。系統可以即時辨別出前方迎面而嚟嘅障礙物，防止用家喺街頭發生正面碰撞。除咗 AI 視覺，背心前方仲結合咗超聲波傳感器，用作實時障礙物測距。當前方嘅障礙物進入2米以內嘅範圍，我哋設計嘅雙重預警系統就會啟動。系統會透過安裝喺左右膊頭嘅小型摩打發出觸覺震動，同時內置嘅風鳴器都會發出聲響提示。根據我哋嘅距離，當前方障礙物同用家嘅距離越近，摩打嘅震動頻率同風鳴器嘅警報聲就會逐漸加快同變強。呢種雙重提示可以有效引導用家做出即時躲避反應。而家我為大家示範呢件衫嘅功能。另外，考慮到新失明人士唔方便操作螢幕，我哋特別開發咗一個專屬嘅網頁控制台。家長或者照顧者只需要用手機連上背心網頁，就可以輕鬆調整前方偵測嘅距離同敏感度，同時可以因應去唔同嘅場合，選擇開啟或關閉風鳴器和摩打。總結嚟講，步步安心利用普及嘅低成本科技，成功整合咗計算機視覺同埋自動化測距技術，為失明人士釋出一張實用嘅防護網。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嘅作品，多謝大家。